我將每一個年份嘅尾數配上12生肖，分成10組，每次講一組，佢哋嘅馬年運程，俾各位參考，就當呢個係一個運程嘅錦囊。1959年嘅屬豬，各位能唔能夠想象得到喺泥漿裏面嘅豬係邊一種智慧啊？如果真係識得咁低調，將啲泥抹上身，而且能夠活到現在嘅高智豬，我真係要向你哋敬禮。呢種臥薪嘗膽嘅耐力，唔係人人都做到嘅。我都好想知道你哋點樣跳過呢個乙字年，能夠無穿無爛。喺呢度，我恭喜你哋馬背定英雄啊！當然，嗰啲甘心喺泥漿躺平嘅休閒豬，我都唔敢嘈醒你哋啦。1969年嘅屬雞，能夠將自己艷麗嘅羽毛收藏起嚟，示人以躍啊！喺適當嘅時候先至亮一手，此其時矣。當然，我講緊係嗰啲有深度嘅屬雞，但係屬雞嘅人好難低調。之前如果有手好牌，都已經打晒出嚟嘅，希望唔係啦。不過屬雞嘅人出世時間嘅落差會好大㗎。有人做過特首㗎，所以一啲都唔出奇。1979年嘅屬羊，己未年嘅羊咧出晒名係不畏陡峭，嗰種刻苦耐勞嘅性格，加上誓不低頭嘅傲氣，只能夠用英雄2個字嚟形容。至於是否悲劇英雄，就要睇佢哋嘅價值觀。佢哋可能係高不可攀嘅大師，亦可能係 cut 你線唔使俾面你嘅的士司機。至於馬唔馬年，對佢哋嚟講10年如一日啦。1989年嘅屬蛇，乙字年嘅蛇年，將呢啲隱藏喺安全網裏邊嘅躺平蛇全部挖晒出嚟。而家面對呢個火爆嘅馬年，我真係驚佢哋手足無措。但係對於嗰啲機靈警覺、善於探索嘅蛇，就將會面對一個無邊界、無限制嘅市場。例如 AI，佢哋可以一展所長。問題在於佢哋願唔願意。當然佢哋天生係躺平蛇，唔係一句叫佢加油就真係會加油嘅。1999年嘅屬兔，你哋呢個年頭見到大時勢，希望你哋識得感恩，更加識得利用呢個機會。可能帶隊嘅或者做市場測試，希望你哋去到盡，憑藉你哋天生嘅敏銳咧，人人都話冇可能嘅時候，你哋就能夠獨排眾議，就射個3分波俾佢哋睇。當然，凡事唔係絕對嘅，總會有人高估自己，膽粗粗就瞓身落去。喺呢個馬年就會火燒身。希望萬事謹慎啊！2009年嘅屬牛，希望你哋係自己識得耕田讀書嘅牛，因為你哋嘅記性特別好。香港呢啲教育制度好適合你哋。如果你聽得明我嘅說話，去外國讀書就要用另一個優點。如果選擇唔讀書，你哋就要說服你哋嘅爹哋媽咪，利用天生嘅優越體質，可以選擇去做運動或者跳 K-pop，但一定唔可以玩玩蝦嘅心態。